好啦，呢個阿奶奶小時候嘅寶貝指嘅係咩呢？呢條題目呢，封 Sir 想教咩呢？呢份係閱讀理解，但封 Sir 想教標點符號。我想教邊個標點符號呢？第二段第二行，見唔見到呢度呢？佢話玩具就即係大人弄丟的東西，跟住加個冒號俾我。封 Sir 點解加冒號嘅？我以前學呢講嘢先加㗎咋，佢都唔係講緊嘢。嗱，呢個概念呢，你要知啦，最常考去到高年級，寫低佢。必殺技第二式前總後分。咩叫前總後分呢？前邊阿媽，後邊係個仔。嗱，例如咩意思呢？冒號前面嗰個係個阿媽，後邊嗰幾個呢係佢啲例子。學呢個標點同做呢題有咩關係呢？既然後邊呢啲係例子，咁即係佢如果要我舉例嘅話呢，我就喺後邊呢度寫啦。求其揀一個啦，變料型嘅鐵盒。好啦，咁寶貝即係指啲咩呢？想要佢其中一個例子啊，定係想要佢嗰個種類啊？我係想要佢個種類啊嘛，所以呢度你就寫翻咯。大人們弄丟的東西。